摩西落西奈山的时，伊的手摕2块玉璧。伊落山的时，伊的面因为上主甲伊讲话，就射出光。摩西家己毋知。阿伦甲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时，看啊，伊的面射出光，因就惊，毋敢挖近伊。摩西叫因来，阿伦甲会中遮的头人就拢倒转到伊遐。摩西就甲因讲话。然后，以色列众人拢进前来，伊就将上主伫西奈山甲伊所讲一切的话，拢还复因。摩西甲因讲话明白，就用被打面。总是摩西入去上主面前，甲伊讲话，被就掀起来，到伊出来。伊出来的时，就将上主所还复的甲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摩西的面射出光。摩西搁用被打面，今后到伊入去甲上主讲话，被就掀起来。听无出讲道，题目是就是迄个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伫圣经内面，若讲到光，拢是咧讲上帝的光。当上帝发出光，就有代志要发生啊！亲像伫咱看出埃及内面，每一届上帝要向摩西，也是以色列人讲话。上帝阳光就会临到伊。伫新约内面，咱看见耶稣出世的时，上帝阳光出现伫旷野遮个牧羊人的面前，然后就使者对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好的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另外，这个光也毋是一种人目睭看会见的光的影像尔。上帝的光嘛会产生实际的快乐，亲像原本迫害基督徒的扫罗，伊原本叫做扫罗，伫伊要去掠基督徒的路里，拄着耶稣的光，这个光就改变伊，互伊真做是一个宣教、起造教会的使徒保罗，也亲像彼得互掠去关监，并且互2条铁链拔掉的，但是半暝仔，这个光出现。铁链就对伊的身躯来放开，上帝差派天使来救伊出这个监牢。所以伫圣经内面，咱若看见上帝的光出现，就表示上帝的权柄、权能甲快乐要临到。但是今仔日这段经文所讲的光，较毋是上帝所发出的光，是摩西的面发光。为什么摩西的面会发光呢？伊无去做医美，伊无抹保养品。并且伫旷野风吹日晒，哪有可能会发光呢？所以咱兄弟姊妹会当特别注意今仔日的讲道，无一定会当省一笔即个保养品的这个开销。伫咱过去2章，咱就看见以色列人因拜金牛，跌到即个落山的摩西生气，气到将上帝亲手所做的、所写的迄2块石碑来摔破。毋过，经过摩西不断的祈祷，上帝总算是赦免因，并且嘛应允摩西要继续甲因同行，要带因去。所以，上帝搁一届来呼召摩西上山，但是即摆上帝按摩西先备办好2块的石碑，甲上山来去见上帝。但是兄弟姊妹，咱若看接续落来的经文，咱会发觉。上帝所伫即个所在所颁布的命令，敢若甲咱20章所看的10条诫无啥共款的迄个形式。安尼，今仔日34章，敢毋是上帝阁颁布另外一套的安尼命令咧？是上帝阁用新的律法互摩西吗？毋是安尼。伫遮34章是上帝阁一摆讲10条诫。但是，这互咱会感觉讲，这2章的所在有无共款的形式，是因为伫创世纪出埃及的内面，有几啊种无共款的文献来编做伙，所以有诶看起来是同一个事件，但是较有无共款的角度甲描写的方式。所以咱看见摩西伊上山，伊重新来领受上帝互以色列人的诫命。即摆摩西伫山顶40天，无食无啉，将上帝命令写伫这2块石碑的顶面。照道理讲，40天无啉无食，
身躯一定非常野生，面色一定非常高大。但是当摩西抱着这两块石碑落山，咱看去经文安怎描写？阿伦甲以色列的众人看见摩西时，看伊的面射出光，因就惊，毋敢挖近伊。哇！摩西的面是光影影呢。为什么会发光？因为摩西甲上帝是非常特殊，别人无的迄个关系。就是咱知影，伊有看见上帝的阳光，上帝嘛将伊家己的阳光赏赐予摩西。伫圣经内面，咱看见摩西不但甲上帝是面对面，敢若人甲朋友伫遐讲话。上帝嘛非常直接，摩西阐明伊要做的代志。这经文内面所讲的面对面，当然毋是实际的面对面，因为人无法度甲上帝直接面对面来看见上帝。这面对面是咧讲因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就好亲像是两个分开伫无共款所在的男女朋友，当因伫遐讲电话，迄款的甜蜜就好亲像是面对面的共款。所以咱看见摩西甲上帝迄种面对面。迄种真亲密的经验，显出伊属灵的性命。伊属灵的性命是伊甲上帝非常的亲密，伊用信心甲上帝同行。伊正做旧约内面上帝甲以色列人中间的中保。所以摩西的面皮会发光，是因为伊甲上帝的关系，伊反映出上帝的阳光。这个光嘛，互看见的人惊吓，惊甲毋敢近我。但是摩西呼叫因过去，因讲上帝的吩咐。当摩西讲话讲了，就用体来打面，百姓就看袂见伊面的光。但是当摩西要甲百姓讲话时，伊就将体来掀开。所以伫遮真有意思的是，若摩西的面发光，应该是甲人讲话时，爱将即个面压起来。为什么反倒是面发光来以色列人讲话咧？安尼毋是互遮以色列人看到会感觉真插目吗？但是摩西安尼做，是望遮以色列人会当看见伊，就好亲像是看见上帝。摩西毋是想着要来高举家己的地位，嘛毋是想要抢夺上帝的阳光。伊知影即群百姓渴慕上帝的同在。因需要一个目睭看会见的一个证据，所以因前甲戆甲用金仔去铸一只金牛，就是望讲即只看会见的金牛会当带因离开旷野。所以咱伫遮看见摩西百姓讲话时，无看家己的面，无暗看上帝的阳光，就是要互即群百姓知影，阳光的上帝即时甲因同在。但是当摩西入去，要甲上帝面对面，要甲上帝讲话时，伊就将伊的皮掀起来，因为伊甲上帝中间无有任何距离，伊想要用上真实的家己来面对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伫遮请咱来思考两项事：第一，当咱甲上帝有好的关系，咱自然就会显出上帝的阳光。这个光无一定会亲像摩西的面会发光，光甲人毋敢看伊。这个光有可能是咱的表现，咱的讲话，咱规个人发出别人无的迄个基督徒的样相。这个样相可能甲世界价值观格格不入，看起来你感觉是一个戆人。但是当别人看见，伊嘛无法度否定你，甚至伫内心嘛因为你基督信仰来钦佩你。伫即个世界，咱定定过头去超找人的肯定，甲人的学乐，望家己会当受欢迎，望人人好，望咱伫脸书、咱伫 IG 所发的每一篇文、每一张相片，拢有人甲咱按赞。若无人来看，无人来按赞，咱就规身躯无爽快。但是这毋是基督徒应该超找的。咱若过头在意人的肯定，就容易对海涌上落。咱爱求的是啥？求主，互我会当哪来哪挖近你，然后咱就因为有上帝阳光甲咱同在，
咱的行为，咱规个人就会发出上帝阳光。即个光甚至是用人想象袂到的。伊可能会想讲，哪有人可能会因为一个宗教信仰，会当做到安尼的地步？第二，摩西甲上帝面对面的时，无搭即个被，因为伊知影上帝清楚每一个人内心的念头。伊嘛知影，伊家己无法度伫上帝面前有任何的暗藏。兄弟姊妹，这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应该有的态度。平常咱会当戴着即个面具，戴着一个面具来面对别人，但是当咱面对上帝的时，就无可能，因为上帝清楚咱的念头。咱若阁挂一个面具，实在是欺骗上帝。所以伫咱的祈祷的内面，咱毋通想讲我即种假的敬虔，我假的好意，我讲一寡好话，就是一个好的祈祷。上帝爱的是啥？咱上真实的想法。无论是咱埋怨、咱生气、咱欢喜，甚至是歹的思想，咱拢会当伫上帝面前来表明，求主赦免，求主来清除。但是伫遮真有意思的是，百姓惊摩西的面发光，惊到毋敢就近伊。但是经文较甲咱讲，摩西家己毋知影伊家己的面会发光，所以有可能是百姓毋敢就近伊的时，伊才意识到家己可能有淡薄仔无共款。所以咱看见的摩西是一个真谦卑的人，伊从来毋捌用家己甲上帝迄种真亲密的关系，也是上帝予伊的恩赐来高举家己。兄弟姊妹，这嘛互我想到，咱是安怎来看待咱家己基督徒的身份，也是咱的恩赐咧。有的基督徒会看家己比其他信仰的人较强，恁遐的人吼，恁无信耶稣，一定是落地狱。但是伊家己实际表现出来，较无基督的香味。嘛有基督徒认为讲，我圣经捌透透，以后我去天堂一定是住透天的别庄。恁遐无读圣经、无认真的基督徒，恁应该是住遐土角厝吧？但是安尼敢正确咧？咱是毋是虔诚？是毋是合主心意？是谁来认定的？毋是咱家己吧？因为信仰毋是要互咱家己感觉家己非常好，毋是互咱感觉家己真牛、真非常会当得到上帝的称赞。信仰是要彰显上帝的荣光，要显明上帝的荣耀，并且当咱实践信仰的时，咱将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的时，虽然有当时咱的行为举止讲袂出是甚物款的道理，但是就会自然来显露出迄个真美好的款式。咱嘛无需要加做真侪解说，别人就会当透过咱的行为清楚来看见。所以伫遮鼓励咱来用咱有限软弱的性命，来显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伫我即个罪人顶面要显出的即个拯救的计划。较毋是不断高举家己有偌属灵，开喙合喙就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因为若将遮个外表的砖塔包装徛落来时，咱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因为上帝拯救临到咱的人生才开始产生意义。第三，若读到这段经文，就一定爱甲新约一段圣经来合做伙来看。就是伫哥林多后书3章7节到18节，我伫遮敢若取一部分的经文。伊伫遮讲，打3到4的即份用字刻的，伫招你的，上请有阳光。4到以色列人为主目看摩西的面，是为着伊的面的阳光。这阳光是渐渐衰退的，何况心灵的即份减无，搁较有阳光吗？因为定做即份既然阳光，就递到伊的即份，伊的阳光搁较充满。独独不论什么时，因归向主，被就除去。打主就是迄个神，主的神伫迄位就自由。咱众人的面无搭配，亲像镜倒照主的阳光，拢变化做伊的像，
对阳光到阳光，亲像对主就是神安尼。伫遮我用无共款的色，所以咱若看共色的，就是同一组。这段经文是保罗从出埃及34章内面摩西约，甲耶稣所带来新约的约做一个比较。所以蓝色的用字刻伫石里，伫讲的就是10条诫。虽然10条诫是上帝甲以色列人的律约，但是咱知约律法是死的。所以你若想讲要维持甲上帝的关系，你爱安怎？你就爱遵守这个约。但是你外表遵守，但是内心你毋甘愿，你无想要遵守。虽然你外表咧遵守咧，安尼减算真正有遵守。所以咱知影，咱人的软弱，咱无法度靠遵行律法来互上帝称作义。然后咱家己就永远活伫迄个罪恶感的内面。咱嘛无法度甲上帝亲近，但是上帝差派耶稣来做心灵的职分，来做义的职分。伊无阁用律法来强迫人，互人会当透过十字架所带来的安尼改变，来甲上帝更好有新的关系。第二就是请咱看红色的字。保罗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做比较，就是摩西面的发光，甲新约耶稣基督的光。今仔日的经文虽然无讲，但是伫哥林多后书伫遮有甲咱讲，摩西面的光渐渐退，因为咱伫出埃及34章了后，咱嘛无阁看见讲摩西面发光这项记载，所以咱知摩西面的发光是无法度延续的。毋过耶稣基督的光较是哪来哪大，耶稣的光是赦免的光，是无阁定罪的光，并且无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这个光永远袂消退。第三，保罗形容以色列人伫读这律法的时，好亲像是有一个被盖伫因的面前，互因无法度来看见律法真正的真诚，嘛无法度真实来认捌上帝。但是因若愿意将这个被来掀掉，就会当看见旧约内面上帝的话，拢是伫引带因来归向耶稣基督。因无论什么时愿意接受耶稣，圣神就会互因会当对这个律法错误的理解来得到透放，互因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第四，保罗伫遮咱众人讲话，有时咱的目睭嘛好亲像是盖一个被。这个被有可能是咱的罪，也是咱对圣经、对信仰无正确的认捌，伊就影响咱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捌。所以有真侪基督徒，伊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伊会用过去的信仰来看今仔日伊所信的基督的信仰。但是保罗讲，咱众人的面无大被。就是爱咱将盖伫咱面前的这个被来掀开，咱就会当透过耶稣基督来看见上帝阳光。另外，伫遮嘛有讲，咱因为主神耶稣，就好亲像伫照镜时，镜倒照主的阳光，咱嘛因为这个阳光来改变，来变化做主的像。你可能会想讲，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我哪有可能甲主有同款的形象咧？但是，请咱来想一个例，就是你来想你即马真爱一个明星偶像，也是你过去少年的时，你真爱的一个明星，也是偶像。你会去注意伊每一个言行举止，伊安怎讲话，伊安怎穿插，伊穿什么衫，伊用什么物件，咱都会去学伊，会去买即项物件，会去买迄领衫。就是咱望会当变甲伊同款，所以对耶稣嘛是安尼。如果咱较无耶稣，咱就会看耶稣是做什么代志咧，咱会学习耶稣安怎做咧。慢慢啊，伊的形象、伊的反应就会开始出现伫咱的内面，咱嘛渐渐有主的阳光。所以伫即段出埃及34章的经文内面，咱看见
摩西讲完了后，伊就用被将面盖起来，所以以色列人无法度甲上帝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咱知影伫新约耶稣来，将即个被来掀开，互咱毋免阁靠律法，只要靠伊就会当得到救赎。但是兄弟姊妹，请咱来思考的是，伫咱的内面，敢嘛有无形的被在影响咱甲上帝的关系吗？即个被有可能是咱对上帝有错误的期待，有时咱喙里祈祷上帝，上帝啊，愿你的旨意伫成。但是当代志的结果无合伫咱的心意的时，咱的内心就认为即个上帝无成，因为咱仰望的上帝是一个会当替我办事的上帝。另外，即个被嘛有可能是咱虽然信，咱虽然是几啊十年的基督徒，但是无小无领，无啥物活力。特别伫咱关伫厝里这2个月，咱伫厝里做礼拜，可能会感觉讲，哎呀，上帝离我那里遐尔啊远咧。但是毋是上帝离咱真远，是将咱将即个焦点放毋着所在。有可能过去你来教会，是会当甲朋友开讲，会当参加团契小组，会当做真侪的服侍，会当得到人真侪的肯定。但是这2个月咧，什么拢无啊！这有可能就是你的被，因为过去你的信仰是起造伫甲人的关系，人互你的掌声，你的成就感。但是若拄起遮的，你的信仰到底存甚物？你的信仰是起造伫上帝，也是起造伫人咧？另外，即个被嘛有可能是咱的无顺探。咱拢想讲，敢若以色列人无顺探，敢若外邦人无顺探。但是咱中间有偌济人是愿意听主的话去行的咧。主爱咱听厝边亲像家己，主爱咱派去性命十字架来跟缀伊，主爱咱去传福音，爱咱去赦免，爱咱毋通挂虑，爱咱将家己交托伫伊的手里。但是咱是安怎看待遮个话？但是咱敢有去实践遮个价值咧？遮个被嘛有可能是咱家己的偏见、自私、骄傲。兄弟姊妹，被互咱看袂清楚上帝，互咱看袂清楚家己。即个被计当上帝伫咱生命内面所藏的各种的可能性。所以咱爱求主除去遮影响咱甲伊关系的被，互咱会当直接看见伊的阳光，学习伊，渐渐伫咱的生命内面就有主的阳光。咱内面迄个光就会当成做世界的光，成做好的见证的光。亲像主耶稣讲，安尼恁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来归阳光，互恁伫天里的爸。仰望讲，咱会当用上真实的面貌来面对上帝的阳光，嘛求主除去咱的被，互咱会当真实来到上帝面前，咱做伙来祈祷。